罗啥子？老罗啥地方？没了财气啥地方？去了养鸡啥地方？老板。谁了经济啥地方？没了谁生长的啥地方？啥地带来我送出，挨骂跑着跟他说，带动带娃靠把球，老啥大气带来。呀，通通安徽的检查有助于我，用你咋通的检查大脑里。啊，现在我们检查那个谁就检查他这个。呀，那些这里年轻些这个老吧，你他们的那跟这天气比，利用几块钱的，方面他们这些喽，干死。
။
给嘛秀秀。